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子靈星語 channel， 又係我 Steven 啊。今集繼續唔係學命理系列紫微斗數篇。上一集就同大家分享咗如何定五行立音命局，今集就同大家分享如何定命主星同新主星。其實定命主星同新主星個方法亦都好簡單，不過唔同嘅紫微斗數派別所用嘅方法呢亦都唔同。而今次我所同大家分享嘅呢，就係以紫微斗數傳書呢本書去作基準嘅。根據紫微斗數傳書，按命主星呢，只要揾出命宮所在宮位嘅地支，再根據以下圖表就可以啦。例如你命宮喺子宮，命主星呢就係貪狼星啦；命宮喺午宮呢，命主星就係破軍星。如此類推，命宮喺丑宮或者亥宮，命主星就係巨門星啦；命宮喺人宮或者戌宮，命主星就係祿存星；而命宮喺卯宮或者酉宮，命主星就係文曲星；而命宮喺申宮或者辰宮，命主星就係廉貞星；而最後命宮喺巳宮或者未宮，命主星就係武曲星。咁當然，如果你係學習其他派別嘅紫微斗數，例如中州派嘅話呢，都可以用翻呢一個對照表，只係需要由原本將對照命宮地支改翻做你出生年地支就可以啦。例如話，如果你係丑年或者亥年出世嘅話呢，你嘅命主星就係巨門啦。好啦，咁揾到命主星之後，當然係揾新主星啦。而新主星就係根據你出生年地支對應翻以下圖表，就可以揾到新主星啦。譬如你係子年出世呢，你嘅新主星就係火星；你係午年出世呢，你嘅新主星就係鈴星。如此類推，如果你係丑年或者未年出世呢，你嘅新主星就係天相啦；如果你係寅年或者申年出世呢，你嘅新主星就係天梁；如果你係卯年或者酉年出世呢，你嘅新主星就係天同；如果你係辰年或者戌年出世呢，你嘅新主星就係文昌；而最後，如果你係巳年或者亥年出世呢，你嘅新主星就係天機啦。下一集我將會同大家分享如何安14主星，大家可以 click 入以下連結聯絡本人，獲取免費紫微斗數精美簡易筆記一份，又或者獲取更多有用同實用嘅玄學資訊，例如來年生肖小運程、家居風水佈局小貼士咁。嚟緊 channel 繼續會有各類晚片推出，大家記得密切留意啦。今集就嚟到呢度，如果大家覺得我條片有用，都係嗰一句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之後 COS 我嘅 channel。另外就係撳個叮叮鐘啊，咁就會收到我 channel 最新資訊嘅啦嘛。而最後嘅就係覺得我條片有用，幫忙 share 俾啲朋友支持一下啦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